香港經濟搞成咁，真係有佢嘅原因。最近一對東北夫婦去香港玩，坐地鐵咬咗2啖麵包，當場就俾職員罰咗1500蚊。呢單嘢一出嚟，其他博主即刻爆料，影到西方人喺地鐵打鬧、食薯片、飲咖啡，甚至坐喺個地上，職員咧就當睇唔到，理得唔理。針對呢件事，仲俾出個離譜嘅理由，話內地人唔識規矩，素質差，一定要嚴管重罰。話外國人咧素質高，生活需要鬆弛感，只係未搞清楚香港嘅規矩先會係咁，要尊重人哋嘅生活習慣。所以香港人呢種殖民殘留思想真係極度反感。更離譜嘅係去香港酒店前台攞房，你講國語，佢哋日版聽唔明，話冇房，轉頭用英文去溝通，即刻俾房你，幾咁現實。如果係去茶餐廳，更加唔使講，見到內地嘅客咧就黑口黑面，好似人哋爭佢幾百萬。仲有啊，香港人成日開口埋口就話內地人冇素質，其實好多香港人文化程度唔高，連咩叫素質都唔知。今日我就同香港人普及下咩叫素質，點樣去定義。好多人以為有禮貌就等於有素質，素質究竟有冇明確嘅定義呢？其實幾千年前孔子就提過素質嘅定義，素質就係道德仁義禮法。首先係道，指嘅係天道，係人嘅本分。人一出世就係仔女，要孝順父母，結婚之後成為伴侶，做老公咧要錫老婆顧屋企，做阿媽咧就要愛護仔女守護家庭。呢一個叫天道，係做人嘅最基本本分。跟住係德，係品德，係對自己嘅約束。所謂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喐，呢啲就係品德。對朋友包容，對陌生人尊重，對國家忠誠，呢個叫仁愛之心。再講義，係道義，係對朋友冇條件信任，冇條件伸出援手，有難行幫，唔計較得失，呢個叫道義。以上嘅道德仁義，無論你認唔認，呢4樣嘢都係人之初性本善嘅本質，咁先配叫素質啊嘛。剩低嘅禮同法，好多人以為見面打個招呼，講嘢咧細聲細氣就叫有禮貌有素質，其實呢啲只係表面功夫。正所謂外表笑嘻嘻，內心如毒蛇。你睇好多西方政客，表面上彬彬有禮，私底下咧去侵略人哋嘅國家，殺人放火，壞事做盡。咁你話呢啲人有冇素質啊？最後係法，代表法律。如果一個人連道德仁義禮都冇，咁就需要法律去約束。香港地鐵要靠罰款、靠法律先至保持得乾淨，紐約地鐵唔罰款就變成全世界最邋遢嘅地鐵。呢啲就係香港同部分西方人最冇素質嘅直接證明。真正有素質嘅人根本唔使法律逼住先會守規矩。好似內地好多從農村出嚟嘅朋友，佢哋未必識講好聽嘅說話，但佢哋童叟無欺，心地善良，待人真誠有禮，呢啲唔係素質咩？香港曾經作為亞洲4小龍，呢份榮光離唔開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嘅拼搏，更加離唔開內地嘅全力支持。而家香港遇到瓶頸，最應該做嘅係放低偏見，多啲包容，對內地遊客多啲耐心，對唔同嘅語言、唔同嘅習慣咧多啲理解。畢竟大家都係中國人，互幫互助先係根本。喺呢度咧，我提幾個小建議：服務行業可以雙語服務，減少交通障礙；街坊鄰里之間咧，無論係講粵語定係國語，大家做到坦誠交流。內地同香港從根本上咧就係同根同源，血脈相連。只有放下對立，攜手同心，先至可以令香港嘅經濟重新回暖，令呢片土地再次煥發新嘅活力。至於中文同英文邊個語言更優越，下一次視頻我哋再以交流嘅心態傾下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可以靜落心諗一諗。